咸伯今日咧就以病嚟做理由啦，稱自己啊喺醫院入邊咧就冇辦法出庭啦，揾個社工咧就寫封信嚟咧就代表自己啊，無論係咸伯又好啦，河馬又好啊，一時又扮病啦，一時又扮癲啦。喂大佬啊，呢度法庭嚟噶嘛，點容得你冇規冇矩嘅呢？ Hello， 大家好啊，我係 Case 啦。咁呢個頻道咧會同大家講一啲社會時事熱話啦，動物議題相關嘅，有興趣嘅朋友咧都歡迎大家咧留言啦、訂閱啦、點讚同埋分享嘅，亦都希望大家咧就呢個影片嘅內容入邊咧就喺評論區嗰度就留言作出評論啦。如果覺得啱聽嘅朋友咧都歡迎大家咧課金留言啊，鼓勵同埋支持我嘅日常創作嘅。咁就事不宜遲，馬上開始今日嘅話題啦。嚟自呢個香港01嘅報道啊，呢個忘年戀嘅夫妻啦，可伯啦，即係我哋叫咸伯啦，同埋呢個河馬葉秀定啊，早前呢就涉嫌咧呢個屯門嘅住所升降機大堂入邊咧就打鬥受傷啊，兩個人咧都被控呢個蓄意傷人罪。題外話，兩個咧都好強橫好健壯啊，阿伯咧雖然接近80歲啦，但係俾河馬咁樣撞一撞咧依然係冇事噶。另外啦，河馬咧雖然聲稱啊自己咧就被可伯咧攞刀所傷啦，但係咧睇嚟咧就完全冇大礙啦。之後咧仲不停咁樣開直播同粉絲鬧交添。咁呢個可伯咧早前啊就表示認罪啦，案件咧原定就喺今日啊即係6號啦，喺呢個區域法院咧就進行一個處理同埋審議啊。本身咧大家咧都諗住嚟聽判決噶嘛，所有嘢咧都準備好晒啦。但係啊，法官咧陳廣慈咧就稱啦，尋日咧就收到一位咧自稱社工嘅傳真啊，甚至乎咧就指啊阿伯咧因為有病咧就入咗醫院，咁今日咧就冇辦法出庭啦。陳官亦都押後啦，至到5月20號咧就再訊嘅，大約咧就押後14日啦。又指啊河伯咧就冇聘請律師啦，但係咧就用呢個社工代言啊，呢個做法咧就極其不當啊。係啦，如果我人人都可以代言啊，人人都可以代交信啊，代呢樣代嗰樣嘅話，喂咁講真啦，唔使律師啦，律師讀咁多年專業資格，學埋咁多嘢，就係唔俾你哋無視規矩啊嘛，你班法盲。陳官咧都直言啊，張3李4咧都寫封信嚟話係代表咁嘅世界大亂。最後啊，咁啊陳官咧最後都批准咧將個案件咧就押後去到5月20號咧就再處理呢個可伯嘅審議啊。到時咧都會俾阿伯答辯噶啦，但係明言啊，如果下次咧仍未出席啊，即係話如果下次仲玩嘢嘅話咧，就會考慮啊撤銷佢嘅保釋啦，並要啊佢喺懲教監管之下咧就治理啦。阿伯同埋河馬咧兩個就擺明輪住嚟玩嘢啊。事實上嚟到講話官睇到嘅文件咧，一定比我哋多同埋深入啊。加上啦，陳官咧都唔係叫第一日做法官啦，一定面對住好多嘅處理案件嘅經驗啦。係人係鬼咧，真係佢一眼就睇得出啦。講真啦，你哋係咪玩嘢嘅？你估人哋會唔知咩？本身啊都有講過咧，就係個官咧可能啊都會有幾分同情啊咸伯啦。喂大佬啊，但係咸伯你咁樣玩嘢咧，分分鐘玩一玩咧，令到個官啊本身同情你都變唔同情啊。可能啊本身咧叫做象徵式，叫做判你短啲時間啦，入去坐下咁就算啦。因為俾你咧咁樣激一激咧，隨時啊就覺得你有啲藐視法庭嘅成分啦，或者有啲玩嘢嘅成分啦，隨時加刑都唔出奇。講真啦，我係個官都嬲啦。你兩隻嘢本身咧一時又話冇律師要自辯啦，當真係要自辯嘅時候咧，一個又扮癲嘅，一個又扮病嘅。你咸伯啊，我當你真係有身體唔舒服啊，情況啊成啊，喂大佬啊，你都唔係day one就已經病噶嘛，甚至乎啊出庭咧只不過係短短嘅一個時間啦，可能3個鐘都唔使嘅時間啊，冇理由處理唔到嘅。咁啊，被告咧何圈啦，77歲啊，自稱係呢個退休人士啦，被控一項咧有意而傷人嘅罪啊，指佢哋咧喺呢個2025年啊5月30號啊，已差唔多1年前啦。咁喺呢個新界啦，屯門恩寶路10號啊，青田村青順樓25樓大堂咧，就意圖啊使對方嘅身體咧受一個嚴重嘅傷害，而非法同埋惡意咁去傷害對方嘅。簡單講咧，就係當時啊咸伯同河馬兩個就互騙啦。河馬咧相信當時就係要翻大陸啊執行李啊，咁啊咸伯就唔可以接受啊老婆仔離開自己噶嘛，咁就老婆仔你唔可以離開我啊，你一離開我咧我真係唔掂噶，我搞唔掂噶。可能啊一時心急咧就攞埋把刀一齊咧，就想啊叫做同老婆仔就一齊死啦。結果咧兩個人咧死就死唔成啦，但係就搞到成身都係屎啊。意思即係咧終於咧多行不義就必自斃啦，搞到自己咧官司
屍前身啊！如果有聽開我 channel 嘅朋友仔呢，大家都知道我曾經講過啊，喂大佬啊，其實啦對上嗰1-2年之間呢，唔少嘅 YouTuber 啦、KOL 啦，大家呢都想盡辦法啦，出律師信又好，做節目又好，大家呢都叫做想辦法呢去對付河馬或者鹹伯啦。一嚟啊就想叫訴諸呢個法律嘅責任去對付佢哋啦，又或者係希望呢就可以收翻公屋啊，又 send 信去房署等等嘅。無論啊大家點樣努力呢，做極都做唔掂啊！果然呢，城堡啊都係從內部攻破啊，黑粉王呢，鹹伯出手呢，就真係不同凡響嘅。一出手啊就直接將2個人就送上去法庭啦，輕輕鬆鬆搞掂，一步到位啊，都係鹹伯係薑係月老嘅辣嘅。咁啊鹹圈呢，之前啊其實就已經認咗啦，今日會上庭認罪啊，但係呢，突然又話病啦，唔舒服呢，咁又唔上咯。相反啊河馬呢就否認控罪啊，咁案件呢就直接啦推到下年2月就再審嘅。2個人呢持續咁樣去浪費緊納稅人嘅錢啦、公帑啊同埋香港社會嘅資源啊。咁啊法官呢陳廣慈亦都表示啦，法庭啊尋日呢就收到一封啦姓葉嘅一個社工嘅傳真啊，就指呢阿鹹伯呢喺呢個5月2號呢就因為病呢就入咗醫院啦，當時應該係 body check 緊之類嗰啲啦，咁因此啊就冇辦法出席到今日嘅聆訊啊，亦都未知道呢個具體啦詳細嘅一個出院日期。喂大佬啊，你當個官係乜嘢啊？你當個法庭係乜嘢啊？大家陪審團嗰樣那樣嘢全部準備好晒，就係等你，然後你一個話哦 sorry 啊病咗啊就唔出席。喂大佬，你唔係 Gen Z， 你唔係嗰啲咩80後90後，定係咩00後整頓職場啊，聲稱話冇咩責任心責任感啊嗰啲，你唔係嗰啲。阿伯你80歲噶咯 ，suppose 應該知道呢件案件嘅嚴重性啊，嚴重喺邊一度呢？正常嚟到講啊，如果知道件案係嚴重嘅話呢，就應該嗱臨快手呢就叫做判咗佢啦，叫做免受呢個牢獄之苦啊，又或者唔係叫做免受呢個牢獄之苦啦，即係叫做有咩判決都好啦，快啲話我知啦，就唔使拖住，咁我心呢都會好過啲啊嘛。一般我哋正常人嘅諗法呢，就係艱難嘅事情或者好似真係判決咁樣啊，喂嗱聲快手就判咗啦，俾我知道啊，你話3年就3年好，5年就5年好，7年都好啦，起碼俾我知道個結果啊，唔使我囉亂啊嘛。但係呢，阿伯啦同埋河馬呢玩法就唔一樣嘅，完全調翻轉啊，閃得就閃啦，縮得就縮啦，避得就避啦，好似呢拖下呢用個拖字訣呢會有辦法解決到啊。Sorry 啊大佬啊，你鬧到上法庭呢，就唔可能啊就話拖下呢就解決得到噶。如果啊件事呢可以咁簡單俾你哋拖下就解決到啊，當初呢就唔會又要上法庭啊，又俾差人拉啊，上晒報紙啊成啦。事實上嚟到講啊，有啲規矩嘅嘢呢，鹹伯呢就一定係知得清楚過河馬。大山婆呢可能呢都係叫做知識不足啦，或者對於香港嘅社會結構啊等等嘅嘢呢未必十分了解啊。畢竟啦嚟到香港嘅時間都有限啊，係咪好融入到呢？又未必係真係好融入到嘅。咁所以啊，對於香港嘅一啲法治啊個人啊嘢呢，未必了解唔出奇嘅。喂大佬啊，鹹伯你喺度生活咗咁多年，你差唔多80歲咯，我當你啊好後生就嚟咗香港咁樣啦，咁你閒地都可能有60-70年嘅時間就留喺香港啦。直接啲講啊，你都叫做土生土長啊，咁點會無視咗香港嘅法律呢？都係嗰句啊，有啲嘢河馬唔知個嚴重性，你知噶嘛？咁陳官啊亦都批評啦，就話鹹伯咧就冇一個聘請律師代表自己啊，佢選擇咗自辯啦，所以咧其他人士啊就唔可以代佢發言噶。重申啦，法庭咧係唔批准啦，亦都唔鼓勵啊社工嘅做法啊。咁都肯定啦，因為法庭咧係有規有矩、有程序、有流程噶嘛，點可能咧唔係街市買菜啊？唔係話咧你中意點就點噶。直接啲講啊，你哋係犯人嚟噶，你哋咧就唔係去酒店啊，你哋唔係客啊，唔好當咗法庭係酒店先得噶，唔係你中意嚟就嚟，中意走就走噶。都係嗰句啦，鹹伯你應該知道問題嘅嚴重性噶嘛。陳官啊亦都稱啦，就係話咧呢個案件咧由3月17號啊已經排期答辯啦，咪就係咯。咁鹹伯咧當時啊喺呢個聆訊之前咧就入院啦，理由咧亦都係一啲非急性嘅創傷啊，即係唔係話發生一啲咩嚴重嘅意外等
等等啊，都係嗰句啊，喂，個官啊、審犯啊、審呢樣審嗰樣啊，多過你哋食飯啊。你有啲咩龍撩，有啲咩蠱惑啊，你估人哋會唔知咩？令到啊法庭咧就懷疑啊係咪刻意咁樣逃避咗出庭啦。實際嘅情況咧真係冇辦法考究嘅，但係咧呢個做法咧操控法庭嘅排期安排咧，任何人士啊用任何嘅借口咧將呢個法庭嘅即係排期啦就置之不顧咧，呢個做法咧係唔理想，亦都係唔鼓勵啊。言談之間咧或者睇文字啊都感受到啊官嘅憤怒啊。咁啊，陳官咧又指啊，如果咧被告啊再用任何嘅借口唔出現啦，就會考慮咧撤銷佢嘅保釋。係啦，撤銷咗佢就啱噶啦，快啲送鹹圈入去坐啦。並且啊要求咧喺呢個懲教咧看管之下就留院治理啦。由於啦簡伯咧就冇呢個律師代表啦，所以啊決定咧俾2週嘅時間佢休養啦。如果咧簡伯啊係刻意咁樣逃避一個審訊咧，做法咧真係屬於好愚蠢嘅。另外啦，陳官亦都指啊，呢個案嘅排期咧係基於咧簡伯認罪嘅基礎啊。如果簡伯玩嘢啦，即係最終選擇唔認罪嘅話咧，呢個案件咧會安排咧同另一個被告啦，即係河馬啦，咁就一齊去審理嘅。陳官咧一早啊喺上一庭嘅時候咧，咪就已經解釋過，問清楚你係咪真係要認罪啊？你認罪可能要坐噶喎。當時啊簡伯咧斬釘截鐵咁樣就話咗啊，都知錯噶啦，認罪啦，認罪啦咁樣。點知啊兜兜轉轉咧，而家又嚟玩嘢喎。喂，大佬啊，呢個反口覆舌嘅程度啊，真係嚴重影響法庭對佢嘅印象噶。同案嘅另一被告啊，就係呢個河馬啦，葉秀定啊，係44歲嘅家庭主婦啊，被控一項咧有意圖而傷人罪啊。咁就指咧佢喺呢個2025年嘅5月30號啦，喺青田村個清順樓嗰度咧，就有意圖咁樣咧使對方嘅身體啊受到一個嚴重嘅傷害啦，而且咧非法咁樣去惡意傷害對方啊。咁啊河馬咧早前就話咗唔認罪噶啦，咁個案件咧都排期排到明年2月咁去審理嘅，預計啦審期咧都會審7日嘅。講真啦，你話咧如果簡伯自己啊本身有冇啲長期嘅疾病啊或者長期嘅病患咧，我相信咧咁叫做做咗咁多年人啦，都成80歲啦，咁一定係有一啲嘢噶啦。正所謂啊年紀大就機器壞，呢啲都理解嘅。喂，但係你玩到咧就係上庭之前啊，就稱自己咧就有血啊有性咧，亦都啦從來咧就唔用一個正規嘅方法啦，透過律師啊等等嘅嘢咧就去幫手去交一啲嘢上法庭啊。個感覺咧就令我諗起咧初次上庭嘅時候咧，阿簡伯咧當時都係有啲信就想交俾阿河馬啦。另外咧河馬亦都咧就自己手寫一啲所謂嘅口供啊，就想懟俾個法官啊。即係大佬兩隻法盲加埋咧，就真係咧激死咗個法庭啦，亦都激死個法官啊！我係陳官咧，就真係冇咁好耐性啊！即係咧都好佩服啦，陳官嘅專業啊！面對住兩隻嘢咧，既愚昧啦，又無知自大啊！以為咧自己耍下啲小手段啊、小把戲咧，就可以叫玩弄到個法庭啊！甚至啦，早前咧仲好似河馬咁樣啊，即係咧仲唔知衰啦 ，keep 住要開直播啊，又要同啲網友喺網上面鬧交啦，上法庭嘅時候啊，又同個官喺度呻咧，講到自己好慘啊，俾網友蝦咁樣啦，可以睇得出啊，其實咧陳官真係好好耐性啊！面對住咧兩個咧年紀一啲都唔細嘅人啊，加埋咧都超過120歲啊，好似咧對住啊啲小朋友啦，對住 BB 咁樣咧，由一個最基本嘅法庭知識啦，開始去教同埋開始去解釋開導俾佢哋聽啊！喺呢件事上面咧，就真係睇得出啦個法庭嘅專業性啊！就算咧嗰件事本身係好荒謬啦、好唔專業啦、好幼稚都好啦。但係咧，法庭咧都叫做採取一個最專業嘅態度同埋最專業嘅精神去辦理同埋處理啊！亦正正係因為咁樣啦，呢兩個人嘅態度咧，俾人哋覺得就十分之唔尊重啦，甚至乎啊有藐視嘅嫌疑啊！喂，大佬啊，都係嗰一句啦，呢度係法庭嚟噶，唔係酒店啊，唔係你想點就點噶，唔係你想 check in 早啲 check in 就嚟早啲 check in，遲啲 check out 就遲啲 check out 咁樣噶。如果啊人人咧都可以喺法庭咁樣咧自出自入嘅話咧，想點就點啊，中意控制個排期就控制個排期嘅話咧。喂，大佬啊，咁香港嘅法治啦，所有嘢咧就蕩然無存噶啦。我哋一路以嚟啊強調嗰啲法治精神啊等等咧，全部都會蕩然無存嘅。
係咪呢？阿咸伯你年紀唔細啦，就可以恃老賣老先？又或者調翻轉咁樣講啊，係咪河馬呢？你恃住自己嚟香港嘅經驗不足啊，又話自己有病啊等等呢，亦都可以啦，恃住呢啲問題呢，就可以扮晒嘢，想點就點呢？就當然唔係啊，從來呢，無知呢都唔係一個盾牌嚟噶，特別係上到法庭嘅時候呢，就更加唔可以係一個盾牌啦。有啲嘢呢，你平時隔住個網啊，同啲網民喺度隔空鬧交又好啦，吹牛又好啦，做咩都唔緊要。但係呢，一牽涉到法律啦、法庭嘅時候呢，喂大佬啊，全部係白紙黑字落晒簿噶，全部嘢呢留晒記錄噶。就點會容讓咧你兩隻嘢咧想點就點咁樣亂咁嚟呢？一時啦又話自己啊精神有問題啊，要住精神科啦；一時咧又話要永遠咁樣取消個控罪啊；一時咧又話揾門哥幫手啊。面對住咸伯咧，亦都係啦，一時咧又話認罪啦，但係認罪咧又唔嚟法庭噶，兩條友咧彈出彈入噶。咁你話啦，你哋啊自己啊都心虛啦，講出嚟，你唔係當法庭係酒店，你當法庭係乜嘢呢？如果啊你心目中啊真係對法庭存有畏懼啦，明白呢件事係公正啦，而且嚴肅嘅話呢，咁你哋就唔會公開對住法庭採取個咁樣嘅態度啊。都係嗰句啦，你只要明白到呢，就係陳官啊係有權力咧去取消你哋嘅保釋啦，甚至乎呢係可以加控一啲罪行噶嘅時候呢，相信啊，除非你有啲好有效啦、好強力嘅一啲醫生證明啊、一啲 medical report 咁樣啦，如果唔係呢，相信都係幫唔到你哋噶。或者好似咸伯為例啦，你咁樣搞事咧，彈出彈入咧，相信對你自己嘅判刑係冇幫助，只有壞嘅影響嘅啫。嗱，咁當然啦，作為花生友又好，作為我呢啲網台仔又好啦，我呢就當然係喜聞樂見你哋做啲傻仔嘢或者懵仔嘢啦。喂，大佬啊，衰啲講啊，要你哋懵下我哋呢啲網台先有得笑噶嘛。咁今日嘅片呢就講住咁多先啦，多謝大家收聽啊，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